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加110年底人口数的推估资料显示，台南市111年失智的人口将达到26000多人，可见失智的照护已经是重要的健康议题之一。基美医学中心精神内科的医师杨胜祥表示，失智并不是正常的老化，而是一种大脑渐进式的功能退化疾病。除了靠药物的治疗，另外认知的治疗和复健嘛真重要，因此推出共同的照护。在比较前期的时候，我们认知促进的部分就很重要。那当然，当病人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就需要医疗、社区，那还有家属协助方面的共同的介入。那医疗部分当然不用讲 ，OK， 医师可以当然。理论上是可以用一些药物减缓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这不是这治标不治本，而且药物有一些副作用。那到了社区的话，他假如说他比较，例如说我们会发现常去日照的老人家，他行为的问题会稍微减缓一点，尤其是当对于他本身有一些比较个人化的针对他人格特质跟他兴趣做比较个人化的那个这方面的那个认知促进的时候，对他真的会有帮助，会原因治疗刚刚讲的那一些。那在家属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像我们共照中心其实就是有提供一些家属的支持团体。那其中有两大比较重要的项目，第一个就是说照顾技巧。那参加这个团体的话，其实里面很多妹妹嘎嘎，要说也说不完哈。那其实就是如果参加这个课程的话，那里面就有一些很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或甚至家属的分享啊。那大概跟大家说，遇到哪些状况的时候要怎么做。那另外还有家属抒压的部分。基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807年成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到目前服务超过2400位的失智症病人。其中40%的失智症家庭照护者，拢感觉减轻不少的负担。对，2个都是那个失智症患者，所以那时候心里就很紧张啊，想说这样怎么办？本来只想说只有妈妈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要照顾2个失智症患者，那我就院方这边就给了我电话，共照中心嘛，然后所以就让我可以就是每次在照顾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我都可以在上班的时间随时打电话去做询问。对，那很感谢就是失智共照这边也给我很多的建议跟方法，甚至鼓励我带他们去失智据点或者是日间照顾的机构。对，然后让我能够在工作还有照顾的当中，就是可以有一个平衡。对，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除了身体的劳累以外，其实压力真的就减轻非常非常的多。基美失智共同照护中心除了建立绿色的通道，协助医师失智的病人快速来确诊，嘛定期来追踪个案的病况，提供照护的资讯加相关的社会资源等。并且甲社区来结合，希望用对的方式来减缓失智。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